没弄爸妈酒，没弄爸妈酒。和那个苦啊，那嘛，家带着呢，啊那嘛啊皮啊路边啊去了。我叫叫那个苦啊，那嘛皮呢叫啊路边提边啊，干嘛呢？干嘛？啊嘛，你我啊去弄去到我和那路边店啊，哎，哈路家面呢香的门弄，路边呢直接嘛香啊啦。啊我那哈路过桥面哈路呢，我边他就那路边呢就香，啊我边他就那路边你嘛香的在讲啊。他刚刚嘛呢，小哈里呢，那弄包木头啊，就和那要嘛，那用我拍车车好呢，啊要嘛呢，啊那嘛看路边啊嘞，那不仅都加西加嘛那比较路边体重啊的，啊都喊你啊，啊那嘛啊，啊后头呗就路边多啊个就提车嘞，个脚后脚，那路边停了，那就个脚就那到路边停了的。啊，哈罗个桥面那路边多少斤都行，哈罗边他就那几些，啊我边他就那嘛些呢，没弄他家头啊，俺嘛下来没弄他家，啊子嘛俺们么啊看到太阳那到路边的，没弄他，俺们买小哈的那也现在没弄，俺子嘛这杭州呢路边的天嘛行啊啦，他那俺家拍啥，然后跑去看俺们湖。家在那叫呢，俺那么喊你啊，看住啊路边啊了，我叫后提叫了，俺那么路边啊去。哦，个好呢，红胡萝卜老套，个叫个苗些，个胡啊那么，我干么叫呢，去看一下定啊了，我呢，俺个叫的，俺我们店家都讲，啊有些钱去看呢，没产品不么来叫我了些。哦，没弄住，还合计个款那嘛票都用啊的，哈喽要路啊就去他那家，以及啊不他家，来啊去看那家好些，要不用都讲啊，哈喽那我不用抬了，个款那嘛票都用啊。有好了嘛，不能破坏，那样你们怎么早就被破坏完了？因为之前就约好了嘛，你们也和好的时候和我们祖先的这些会破嘛，所以就没弄个就那了，要和那嘛去，他就那没查从那揭开那了，比穷呗，哎他养啊去，没查从那嘛比他养嘛嘞，啊靠铺那嘛比他养嘛嘞，啊靠点嘛点呀，那嘛比他养嘛嘞比他养那了。那比从头就今呢，啊卡就也没叫呢，啊卡米茶没叫呢，啊卡铺白叫呢，要喝那皮老那个呢，啊那嘛卡路边个老那样子，比从头就呢，那老那比较那么弄，啊那嘛卡路边好几嘛家来见没弄出来家了，路边店啊和路边店啊去，俺个路边店啊，啊这些啊。都花几方面还落几家来要出啊几出来都写来家定啊，那个好，啊这还落他就那现在，还落毛他就那几代，还落后面是代摸路写讲啊，那嘛不要路边了，哎，不记路边了没有，来还落出他就那写讲啊，还有啊写讲。哦，个叫马来里去的，哎呀呀，个户俺那嘛票路中，个叫大叫跟俺去，我刚才那欧巴，俺们去拉到个叫当跟你，欧巴路中都讲俺去的，有那阿伯记得在家店啊，啊这个户阿伯带回阿伯土鸡来了，那后干嘛去写后几年，他自己就户头就来。个户啊，那嘛看铺面就那了，他就那浪奶奶，那听话那他就那爱买呢，他就啥那拍嘛就不完呢，他路边那啥呢，路去下来家，上面不他呢，路家就家来拍讲是，外面隔面提前嘛写好，那啥就那去下来家。以前就是火化掉了，石头都是看不清楚了。哎，没弄就，俺去家后，
俺去个这家很多多一点啊，搞块路边没有了，来哈喽，我不用台面，来写讲还，搞块都嘛皮，都碰那哈喽呢来起脚呢，回家就那用怕写，啊起脚就那么写你来讲啊的，那搞块都嘛皮啊路边啊，哈喽呢起脚他呢，还有黄来家就要花写那个，啊起脚没他就那么写的。那还路那沙滩就那，还有一排马就，毛呢，他就那边买有哈，有哈那沙马来那沙呢，哈路做就那比较个样子，哎，后跟那我他个好那，他说你从要火了啊，要嘛那后哈路做就啊经，他跟那我他哎呀，他跟那说那了，我们跟那路做就个样，哎，俺那嘛票路边上的。小娘来呀，马卡尼哟，哎呀，不好花的我来，那也让我花的高，妈也说妈我在我。